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仔前下面导数台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疫情渐渐在稳定，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若准备解除封锁，会全国做伙做。另外，疫苗主文系统等咧规划按算对外岛开始试办。台北市逼出市场的群组感染风波，市场决定对初一开始，这间病院开放予民众做免费的 PCR 检测，不限台北市民。有一个8岁囡仔打电话给人发救人，发警讲是老爸无爱囡仔拍拍走，再用铁链甲囡仔连在厝内面。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28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也有1个人死亡。目前这个疫情趋势有渐渐伫咧稳定。不过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目前是还未决定敢要来解除封锁，也强调讲台湾是一个自治生活圈，若准备解除封锁是全国统一，不会分县市。新冠本土疫情初五增加28例，以台北市15例上济，新北市5例，桃园市3例，苗栗县2例，屏东县基隆市甲新竹县各1例。另外也增加1例死亡个案，大致增加确诊人数甲死亡病例数，这2项拢创下疫情3期间以来新低。整体来看，它都持续的在往下。那今天这个病例数大概是这一波疫情里面来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另外，指挥中心分析，5月11到7月74本土个案有13600多例，男女各一半；重症个案2700多例，将近2成。在重症个案当中，到70为止有675人死亡，60岁以上占9成，80岁以上死亡率是34.6%。进一步分析近100例死亡个案，平均年岁是73岁，将近8成高血压、糖尿病者慢性病史。5月18到6月24死亡个案622人，有111人签署 DNR 骨折插管急救，将近2成比例。在单独抗体治疗方面，以台北区为例，6月到7月之间已经治疗64个个案，成效未歹。大部分都是55岁以上了哈，那有3个个案是在40岁以下，相对于同样这样的一个高年龄很多潜伏疾病，使用了这些单株抗体，当然对病人是有。目前看起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确诊个案数减少，外界关心3期警戒已经延长到7月12，是毋是有机会降级解封？但市长强调，还无决定是毋是解封，而且未以县市做单位解封，会用分区围堵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决定说要解封这个现在还是在讨论，就是说整体疫情还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关心的。如果是特别的一个热区的话，那也许会展开一些防堵、围堵的一些作为。不以县市为单位。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拜6、拜日2天有116,000多人次注疫苗，全国注的人数是251,800多人次，疫苗覆盖率是10.52%。另外，注疫苗了后不良事件通报3天以来增加72件，疑似注疫苗了后死亡事件有71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未来注疫苗的人会愈来愈多，指挥中心也宣布讲，疫苗注文系统已经在准备。地方也有这个地方的县市长也拢甲政府委员长方讨论过，按算伫咧金门、马祖、偏湖这3个所在，大声要来试办。国内7月份开始扩大注新冠疫苗，不过各县市注文的系统煞真接出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为着要让民众注文甲查询更较利便，由长方政委比较去年喙暗检验制注文的方式，所建立的注文注疫苗平台就要开放啊。大概会先进行医院的登记。那在明天上午在全国防疫会议会做这样的讨论。9点半的时候那指挥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会说明登记预约的一个流程。但市长表示，未来送到位的疫苗会愈来愈多，会继续针对特定的人甲一定的年龄层继续来做。长方进前嘛已经甲21个县市的首长讨论过，这嘛需要真侪行政人员斗3天，需要安排后手教育的训练。按算会为离岛地区开始试办，有咧传讲，这目前的规划，头一批试办的对象会锁定50岁至64岁。唐政委早上跟金门、连江，下午跟澎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也考虑在3个地方规模相对的小，考虑在3个地方可能做一个医院登记的一个试办。
陈时中表示，试办是照民众的意愿来登记，了解大家的想法，谈好规划未来注疫苗，甲安排顺序的参考。目前前10类注射的顺序无改变，也若较有路的部分会随做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虎林专案成立了后，中正区的中庆里变作是第2个社区体检热区。市政府表示，5月中到今已经有16个人确诊了，下晡也去到现场勘查，看敢要设快筛站，若准名单连出来无到1000人，就会安排去到附近的和平病院做体检。南机场夜市仔较内底的所在，有6栋700多户的国民主体社区，传出于5月中到今，累计有16个人确诊。抑阁可能会有北龙甲环南市场的接触史。台北市政府改列做热区，要设置快筛站做区域性的铺台，互当地居民是真烦恼。它那个是电梯大楼啊，它那个电梯空间很小，比较容易会中。啊，我们这个都是开放空间哦，每次新闻全部都报南机场哦。都会躲在巷弄里面抽烟，然后吃东西。所以你觉得这是造成疫情破口？是啊。这是市府发布消息到今。里长电话是接袂离，中庆里差不多有3000多户，要1万人，要安怎列名册体检，嘛是一个大难题。里长讲，确实甲市府抑阁有健康中心几啊届做沟通，总算同意会当设体检站，嘛建议会当简化体检的流程，互附近的邻里会当做伙体检。能不能比照武林街，拿身份证、健保卡就可以来补筛？因为这些人有的户籍不在中庆里，可是他住在里面。所以，如果这些人都愿意出来快筛，其实我们应该谢谢大家，谢谢他们保持这样子。如果大家都是阴性的，代表我们社区是干净的。市府证实，中庆里这个国民主体，在5月底了后就无新的个案，一直到6月30至7月初3这几天，新增加3个确诊的个案。市府才决定采取区域性的铺台，而且去现场做会勘，嘛请里长列名册，要找出稳重的感染源。在这3例之前，所有的案例都已经解隔，他们也认为说他们的状况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们现在是造册，造册完毕之后，如果超过1000人，我们就去设站；如果他没有超过1000人，那我们就拉车。所以只要他今天造册好，我们明天就可以马上处理。市府强调讲，若是名册人数无超过1000人，会派专车再去和平病院做体检。中正区中庆里嘛是虎林专案了后，第2个做社区普泰的热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另外台北市的市场一直逼出病例出来。市长郭文定决定讲，对初1开始开放台北市7间病院，民众会当来做免费的 PCR 采检，而且无限定台北市民。北龙甲环南市场逼出群组感染了后，台北市小连续启动热区的社区普泰虎林专案了后，再来是中庆专案。台北市长郭文定宣布，开放台北市7间病院免费做 PCR 体检，无限制是毋是台北市民。台北市7家医院可以做免费的 PCR 嘛，从后天开始，上网预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控制那个人流了。我们先暂时用在准备金去支援了。为初1开始，会当伫台北市立合病院、和平、中兴、仁爱、阳明、中校、干道甲万丰病院免费做 PCR 体检。除了透过体检消灭疫情的热区，嘛要找出稳重的感染者。台北市嘛会启动第5批注疫苗计划，开放70岁以上的老大人，甲55岁以上的原住民注疫苗。初6、初7开放线顶注文，初8至初10开始注，抑个头一届新增加线顶取消的功能。截止之前，你这样你都可以反悔，再去把你的取消掉。人家预约又没来，人家那疫苗准备在那里是很麻烦的台北市嘛，甲中央争取台北捷运的人员甲公车的司机注疫苗。台北捷运的人员为初5下晡开始注，公车的司机是初6早起开始注。因若第一线风险较悬的站务司机、乘客人员甲保全是优先注射。这礼拜按算会甲2000人至2500人注射。因若针对卫生局长黄世杰被请假1个月，郭文定讲，伊这2年半以来表现真好，咱调查结束了后，就会当回来上班。在好心肝事件出现之前，你知道，在1年。这防疫1年半也说 OK， 专员、科长、股长都要处分，你知道吗？要调职。你作为局长，总是要等这个政动处的调查完毕嘛，这个调查告一段落，就可以回来上班。郭文定强调讲，疫情有较缓和，台北市透过社区的体检甲精准疫调，要甲稳重的感染者找出来。目标是逐礼拜确诊的人数拢要降低1半。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有3个批发市场疫情爆发到今，已经有232个人确诊了。其中宽南市场休困3天了后，按算伫明仔载要恢复营业。指挥中心伫今仔日要定出开市的6大条件，包含要有 PCR 阴性等等的证明一寡措施。保持距离，按顺序排队准备做体检。从台北市批发市场爆出疫情以来，初5间的依次宽南市场这个体检站，3个市场累计确诊人数已经有232个人。宽南市场休市3天了后，按算初6恢复营业。指挥中心定出恢复营业的6个条件，包括入去进前爱查验 PCR 阴性的证明，工作人员爱挂喙暗甲面罩，因若人数的限制是原本的一半。各路站的路线爱分流，因若单位的工作者拢爱徛名登记，嘛爱落实健康监测。然后也订定华南市场明日复市的6大条件，那责成市长要确实的办理那并由联合前进指挥所监督查核。中央布达的命令，指挥官布达的命令，我们华南市场一切照办。人家基隆就这样了，就人面罩、口罩都有在戴。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嫌麻烦，说真的要这样的话也是配合啦。台北市府宣布宽南市场的番啊，休市一天是补助5000块，要若雄雄休市，地主会袂付并全派去造成损失，会阁补助5000块。这业者感觉讲至少会当减少损失。要若指挥中心按算初8进行宽南市场2800个人第2届的 PCR 检测，台北市府嘛会甲批发市场的管理电子化，以悠游卡甲扫身份证条码的方式，按算15实施。那我们预计是7月15号要上线的所以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以上我们要讨论这些系统要怎么对接。另外，好林专案执行的第2天，真侪人摕号码牌来体检，2天已经体检5012个人，有2个人是阳性。现在体检站按算会开到初5的暗时6点，不过嘛有发生住伫附近的民众，因为户口无设伫遐，所以无法度直接伫遐做体检。比较建议您只要有在这边附近活动的，当然也可以来筛啊。台北市府嘛启动传统市场反疫疫苗的专案，针对要19000人注疫苗，以中正邦甲区优先，初5安排伫华城国中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Delta病毒群组感染事件，目前佫增加一个病例出来了。目前已经有16个人感染，新增加的迄位可能有2个感染源，一个是坐过检病计程车司机的车，另外一个是去放送到一种检疫所，伫车顶的确诊者喂互伊的。而且被即回往到一种检疫的人有22个人伫咧车顶，目前这阵人的隔离时间也延长到7月70。屏东Delta病毒群组感染佫增加一例，15163例69岁婚姻人，伊是14905的浙北地区6月1日坐过确诊白牌车司机的车，扣咧隔离6月1日为防疫旅馆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阵，佫甲亲情14905共车。7月3发病，指挥中心判断感染源有2种可能。搭乘这个14298的计程车。那个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他们在转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他是跟14905坐在同一个车子里面。官方表示，14905、15163两辆这车包含一个囡仔，有12人。除确诊者以外，其他拢伫集中检疫所扩大采检。确诊者已经收治在医院，那相关的一些措施呢，7月10号以前。我们也会再次的来做采检。屏东Delta群组当中，坐白牌车是被传染甲传染关键之一。不过有人发现东港渡船头尾头顶地有关有白牌车咧载客。屏东监理站甲警方认定报告，无人来检查。检查是较少啦，检查较少了，是会较好走的。袂较好走啦，真都完全无人客啊！屏东县警方发布认定报告，表示白牌车检查是监理业务，进前监理单位并无请求协助。屏东监理站回应已经协调交通队，这礼拜会加强处理。为了提高稽查频率跟增加我们的稽查人力，已经结合我们高公所本部在东港跟板寮地区这些白牌车经常出没的一个热点，加强拦查。到7月7日为止，6月14到1日，捌去过邦寮病院看诊甲陪病的民众，也有将近900人还未体检。潘平安也阁呼吁民众赶紧去体检。邦寮病院也继续停诊当中，恐惊下单体检过一段路才能够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县伫顶个月11有一间葬仪社，甲确诊者的尸体直接拼伫咧殡仪馆外口，经过是6点钟相关人员才发现到的。目前新竹县政府要甲业者处罚，不过业者表示讲一切拢有事先通知。新冠病毒确诊者遗体送到殡仪馆，拢爱赶紧火化。不过新竹县顶个月12煞传出有业者将确诊者死亡遗体拼伫咧殡仪馆外口，等甲管控人员发现，才知车内有观察，吊杆失去，佮看到车顶的人员停车了后，竟然将隔离衫脱来，就走甲无影无迹。业者谎称他们没有任何的移动，他们一直停留在医院的地下停车场。那一直到下午4点。火化场发现有这样的这个不明的车辆，才发现这台车子其实在5点就已经停留在这里了。遗体一放到超过10点钟。新竹县府单位回应，这处业者无得到同意，也无完成通报流程，私自将遗体刷到火化场，甚至一直讲白餐，遗体拢伫病院的地下停车场。针对业者违法，已经签请卫生局处罚，不过业者也出面发冤枉。当下接到电话，我们人还没到医院，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联络殡仪馆的，说我们有个案件人在东园医院，待会我们出发前会跟你告知，这个我们都有做，也都有讲，可也没绕跑，我们人是下来去买饮料，一定要脱隔离，要不然我隔离一穿就进去，那就等于感染源了，哪有可能啊？双方拢违讲指示，确诊者的死亡通报一步要做好进行咧。新竹县民政处讲，病院会公布告知卫生局甲配合的业者处理。民政处爱等到卫生局通知了后，佮安排火化时间，随去才请业者刷遗体。伫这进前，遗体拢爱暂时放伫病院往成熟，免凊彩刷叮当。针对这摆风波，新竹县府强调，已经对业者加强教育训练，高演技沟通设户外临时安置所。避免同款的情形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有一个老爸甲一个8岁囡仔用铁链仔链伫厝内面，讲是无要互囡仔拍走。落尾是老母敲电话报警察，警方才赶到位来解救。这个囡仔是因为老爸老母离言对老爸大，所以因为老爸因过捌出现管教问题，社会处有伫咧关心。这回发生这件代志了后，社会处也要甲囡仔带走，另外找所在安心。8岁查甫囡仔，互人用铁链仔固定伫厝内健身器材顶。调查发现，原来是疫情期间，这个查甫囡仔无胃气，要出外工作的爸爸烦恼伊学袂走，使用铁链仔来限制伊的活动。查甫囡仔敲电话，互伊的妈妈求帮助，妈妈赶紧报警，会同警消到现场救人。消防队员使用油压剪破坏铁链仔，好在在查甫囡仔无受伤，同步通报社会处来处理。他说：“妈妈，你可以来救我吗？”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被爸爸铁链锁住。”我说怎么可能？警方初步调查，查甫囡仔的爸母离婚，监护权是伫爸爸这边。爸爸因为不当管教，互学校通报社会处，只是情况无严重，无列管。厝边也讲有听到伊的爸爸有拍干妈的情形。查甫囡仔也讲这是头一届，爸爸用铁链仔甲限制行动。社会处是讲查甫囡仔的爸爸已经违反儿少法，会将查甫囡仔带走。父亲这样的状况已经涉及到我们儿权法第49条有关儿童不当的身心虐待的部分了。还是鼓励家长有这个照顾的困难，或者是就是他有什么样的困难都应该主动求助，但是还是得要回到说邻里间的互相，就是可能还是得通报。2号联名呼吁疫情期间，若做厝边有听到好亲像虐待囡仔的事件，爱协助通报，唔通惊报唔对的。若做已经是列管的家庭，社工就应该加强时信方式，因为国外经验伫疫情期间，家庭压力拢会增加，虐待囡仔的代志也变较侪。社福人员一定爱加强电话，也是时信的家庭关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最近天气开始变热，台中市政府也烦恼讲，民众的喙暗是挂袂牢。伫拜六礼拜时就去到市场稽查，也发现到3个贩仔无甲喙暗挂好势，甲因罚3000块。另外，中央政府有拨予台中市9万外担莫德纳疫苗，也下晡着甲7大批发市场甲屠宰场的人员注疫苗吧。民众出外买食材，贩仔热情消解。伫台中火车头附近的新民街、北德街市啊，贩仔摆伫路边就伫做生意。就算天气热翕翕，大家有关是喙暗挂条条，防疫措施是唔敢放零。有啦，大家拢有挂较济啊，唔敢无挂，无挂等下互警察看到，用罚呢。疫情严重，然后
叫他勤洗手，然后喷酒精，出门要喷酒精这样，出门来回都喷酒精这样。台中的19王市场进前有反啊确诊，加上台北的市场群组感染，抑搁伫咧逼。台中市警发局拜6礼拜有派人去到新民街市啊稽查，结果发现有3位反啊无甲喙暗挂好势，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该罚3000块。呼吁摊商，因为摊商确实有喝水、吃东西的一些需求，不过这些行为跟动作应该是要退到摊位的一个后方，不要面对民众，那尽快使用完毕之后，把口罩戴好之后，那再退回到摊位前面，再来服务他的一个客人。台中市警发局表示，违规算是少数，不过民众甲市场的烦恼，大家拢惊疫情搁再行起来。大部分的大头拢愿意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因为人家觉得像市场这样的空间，开放空间也会有武汉那个肺炎的那种关系，大多都会。另外，中央有发予台中市91420档莫德纳疫苗，台中市政府也宣布讲开放予7大批发市场的人员，屠宰场人员等族群对初5开始分配给组，希望会当增加群体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莫德纳疫苗开始注啊，不过伫台中市的主疫苗站，初3、初4这2天的注射率是真低，甚至有的所在是无到3成的民众来注。台中为7月初3开始开放75岁以上老大人，原住民65岁以上注莫德纳疫苗，不过有机关注射站医生观察发现，台中市莫德纳注射率好亲像不如起户有期。以礼拜六来讲，我们造册大概是接近1300多人，那实际上我们拿了900支的疫苗，现场打了大概是不到400人，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当天有退回了500多支的疫苗回去了，这个蛮可惜的，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大约50几人了哈，那施打的总人数是不到我们拿到疫苗的一半。负责一南国中注射站的医师何忠杰表示，顶一1月2天早起只有做签名单的3成人数来注，下晡无到3成。不过真侪民众认为，注疫表示防疫的一部分，还是要依照政府的规定来做。做的是较好啦，较袂讲后摆个传染着啦。都惊会着啦，安尼了啦。啊是阮的事实，拢叫阮讲紧咧做啦。不过，台中市政府认为注射率并无低，到7月初5早起8点为止，已经有一班8412个老大人注疫苗，初估有2.5，佮加上进前一剂疫苗做测试的人数，整体注射率有将近6成。估算一下，因为也担心还有8万多的一些75岁以上的市民还没有打，但是我们手上只有62300的疫苗，所以也担心市民不够打，所以我们就只开放75岁以上的，主要当然还有65以上的原住民啊，还有一些长照机构的人，所以这些人后来再出来的话，大概是2%所以加起来，总共 AZ 加上莫德纳，我们大概打了60%的75岁以上的老人。卫生局鼓励民众注疫苗，初1开始1连3天会进一步开放70岁以上老大人、甲60岁以上原住民来注，充关集体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本土病例一直咧下降，今仔日只有5例尔。市长侯友宜强调讲，这5个人的感染源拢真明确。另外，伫邦桥的中庆黄昏市啊，加上拿博爱街市场拢有反啊来确诊。对初10开始，市场拢要休困3天。另外，对今仔开始，新北市会甲市场也有夜市的人员注疫苗，按算要注2万人。今天新增本土病例5人。总算看到新北市本土确诊病例出现个位数，初5创下新低，有5例分别是沙丁堡的3例，中和市市各有1例。市长侯友宜强调，这5例感染源拢真明确，其中2个人甲传染市场群聚案有关联，嘛因为接触北农甲传染市场的站面真大，即阵啊到新北市体检的人数将近7500个人。也欢迎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到新北市来做筛检，所以光在这段时间，有自称北农或环南的接触史的市民，以及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将近有7500个到我们的社区筛检站来筛检。北农的群聚案敢若扫到邦桥中庆下晡市，因为有大伤确诊，初10开始休困3天大清消，嘛引发当地民众的烦恼。
担心是啊，我朋友在担心，在问是哪一摊啊？好几百通电话，好像是北龙那边传过来的啦，他有在那边批货过来的这样子。摕出市场的消毒广告，里长指出，头一个时间全力拢消毒，佮提醒民众爱赶紧去体检。同时阵休困的佮有树林铺外街市场，侯友宜指出，这两个市场到中昼为止已经体检376个人，目前的结果拢是阴性。嘛为即马开始，新北市针对市场佮夜市的打商扩大注疫苗。施打疫苗的名额是2万名，10天里面要施打完毕。今天已经施打了2600名。侯友宜同时阵宣布，7月7日到7日，新北市的大众运输驾驶，也佮有这份站的职务人员会当注疫苗，总共有2969个人。同一天嘛开放70岁以上的老大人，佮第1类到第5类的公费对象，会当注文注疫苗。对12了后，敢会当为解封，侯友宜唔敢答意。伊坦白讲，这个拜六看到袂少民众拢出外去群聚，伊真烦恼，嘛再度拜托市民，3期警戒期间爱加度活动，出来体检，唔通伤放轻松。记者郭灿台北区新北市报道。桃园伫今仔日增加3个确诊病例，有2例是家庭群聚，一个和国军病院有关系。国军桃园总病院对顶个月发生群聚感染到单，抑搁伫咧逼。目前已经有39个人确诊了。市长郑文灿表示，疫情有控制，不过也互恢复运作的规划受到影响。目前国军桃园总病院也是停诊，敢若伫户外有设置领药的所在，不少民众早慢性病处方签来提药啊。这边领吗？对啊，处方签你拿都给他看啊。国军桃园总病院，也就是桃园北控署病院，新冠肺炎规定烧化案件还搁伫传，初5各新增加1个病人确诊个案。3遍采检是阴性，第4遍采检阳性，累计39个人确诊，有3个护理师、14个病人、11个家属，也甲11个看护工。桃园总院做了2次采检都是阴性，清零的关系，我们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医院，也连续给他采了2次。那在居隔第14天要解隔的时候，阳性哦。市长郑文灿表示，虽然新增加个案拢是伫个酷热隔离期，也是期末采检阳性确诊，疫情拢伫个控制当中。只不过，为了让院方原本预定礼拜5要重新营运的计划又有变化。仔细的检查，804的这个清零计划是否都能够完成？清零计划完成，才会进行复原，而且要分阶段复原。我想这个是要高标准处理啦，哈。国军桃园总病院清零计划也持续进行，拢总采检2182人次，都要经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北区指挥官，也甲市政府卫生局的检视，确定病院无感染风险，才会当分阶段重开急诊、门诊，也是收治住院的病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加拿大的西部，这几日一直咧单雷公，那早佮去年同时间来比是增加要到10倍。气象学者表示讲，这拜六礼拜可能会更较厉害。另外，伫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发生这50年来上届严重野火，已经有4个人过身啦。加拿大卑斯省这2天发生森林大火超过100件，小气高温，还有雷公4呐大风来咧占强，安尼互消防人员奔波走丛。伫顶个月29出现这个国家上悬的温度49度6个莱顿值，即摆已经有超过90%的土地起予野火烧去，房屋建筑嘛拢受到霜冻，数千人撤离。We also have t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getting more frequent, and climate chang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in that. 根据全球环境测量公司麦莎拉的资料显示，讲卑斯省甲亚伯达省伫顶个月30下晡3点到这个月初1透早6点，记录到超过71万件的雷公4呐事件，安尼比过去5年平均期的8300倍加活要10倍。加拿大的气候甲环境变迁气候学家鲍伊表示讲，雷公4呐变这么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烧气内下热浪造成冰氧气、地势甲食物的水分蒸发，大气内底的湿度嘛变悬，才会有这么侪雷公4呐。伊还佫预测讲，伫个这个拜六时啊，会有更较侪雷击甲野火来发生。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嘛，因为这个烧气内下发生森林大火，有人不幸无命，并且有数十人失踪去。这个国家总统表示讲，这是从1974年以来规模上介大的火灾。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火势控制调着，不过个强风若是搁再来，恐惊还阁有变数。警方表示讲，有一个67岁查甫人涉嫌去放火，警方抓到。这边的野火是对初3下晡开始，伫个特鲁多斯山山脉的南边咧炭烧，面积有55平方公里，上届少还阁有8个村的居民撤离。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那讲到印尼的疫情，因为这个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连续几落日确诊人数拢破2万人。当地病院也因为病例伤过侪，送数无够用，地区一间公立病院有33位民众来破病死亡。另外，伫马来西亚，因为政府宣布无限期要来封锁，而且是无限时间有偌长，这引起当地民众抗议。印尼医疗院所爆出欠送数的危机，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奇病院，伫初3、初4这2天，就传出有63个人接受治疗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其中有33个人是因为病院已经无送数分用才会死亡。Memang stok oksigen sentral kami mengalami shutdown sekitar jam 20 sehingga kita waktu itu sudah membackup dengan oksigen yang menggunakan tabung。印尼病例数日头增加，初4过一天新增加要28000人确诊，还佫有555个人死亡，创下新高。病院外口临时搭的布棚，人早就已经塌甜，无法度收治的患者，敢若会当踮伫咧厝内做治疗。若这嘛，互全国医疗用的送数券，计数是起6倍至10倍，送数一日的计数是起到大票1万块。专家讲，印尼的体检量无够，实际上染病人数恐惊还佫较济。Seperti kita ketahui, pandemi COVID-19 dalam beberapa hari terakhir ini berkembang sangat cepat karena varian baru yang juga menjadi persoalan serius di banyak negara. 上下班的时间，车路是规个大塞车，2只乌多摆徛伫咧救护车头前，一直饲喇叭，要互救护车赶紧甲患者送去病院。伫咧西爪哇省德坡市，一阵徛乌多摆的骑士，因组一个志愿团体，侪年来协助护送救护车去甲病院，挽救袂少宝贵的性命。伫疫情真正力的期间，甚至是逐工出车至少20逝，无私的奉献，互人看到人性的温暖。马来西亚疫情要烧袂退，当局宣布全国为6月份开始进入无限期的封锁。若伫咧民间有人发起采白旗的运动，若是受到疫情的冲击，陷入困境的家庭，会当伫咧门口采上灯导航的白旗来寻求协助。和附近有能力的人会当来斗相共提供物资，伫咧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的情形之下，透过民间互相帮助的方式，甲有需要的人斗相共，互因会当渡过难关。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这个月初4是美国建国245年的国庆，系因为因的疫情有受到控制，北京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总统拜登伫国庆演说当中表示，国家当咧拍拼对抗疫情，也强调变种病毒的威胁，好民众就要赶紧去做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初4伫北京举办国庆节庆祝活动，招待上千名军人家庭甲必须工作人员，气氛温馨欢乐。拜登伫国庆演讲当中表示，经过16个月大流行，超过60万人过身了后，美国人民伫今年的独立纪念日比过去任何时阵，拢更较接近脱离疫情而独立，也呼吁民众积极来做疫苗，抵抗变种病毒。While the virus hasn't been vanquished, we know this: it no longer controls our lives, it no longer paralyzes our nation, and it's within our power to make sure it never does again. We all know powerful variants have emerged, like the Delta variant. But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se variants is to get vaccinated. 拜登也乐观表示，国家伫伊领导之下，已经搁一摆团结，远离分裂对立的黑暗之子。迄一暗，拜登一家伫北京阳台欣赏华盛顿特区17分钟的国庆宴会，全国各地也充满欢乐气氛。纽约康尼岛的国庆节热狗比赛盛况重现，民众伫热天享受休闲时光。拜登政府原本按算国庆日进前为7成民众自至少一剂疫苗目标，只完成67%，完全自的人数无到一半。虽过去几个月增加甲死亡病例继续下降，专家警告疫苗覆盖率依然无够，袂当放轻松。因为疫情之下，目前全美国上安全的所在，要算是东北部的农业州佛蒙特，也就是
是前总统参选人进步派参议员桑德斯的选区甲故乡。当地12岁以上的居民当中，82%已经注至少一支疫苗，明显比全国平均较悬。当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疫苗诊所普遍对领袖甲科学信任，以及居民对社会强烈责任感。另外，美国旧金山园区的奥克兰动物园也咧为园内大型野狗动物严格刷雕注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第二阶段会为零种类家猪来注。这批疫苗是纽泽西的兽医药厂设停开发所管的，提供11000剂，予全国70个动物园甲组织实验性注疫苗。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目前，伫咧牛栏片东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将有机会发展做轻度风台。今仔日的半暝到明仔载是上届经过台湾时阵，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雨水会真大，气象局也发布强风特报。今仔暗时，东南部恒春半岛甲屏东沿海地区就要注意透大风。因为热带性低气压挖近台东外海，有当时有长影，迄阵就烧入来闪风，偏好 TD07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伫牛栏片东南方海面300多公里的所在，以每点钟34公里的速度，持续向西北西方向过来。气象局分析，热带性低气压经过环境场也有力发展，有机会佫增强，成为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那除非它真的变成台风，而且它所走的路径有更靠近陆地，才会有可能会有陆上警报的可能。可是，一样提醒大家啊。不管它有没有变成轻度台风，不管我们会发布海上警报吗？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晚上到明天影响我们的天气。拜一暗至拜二日时啊，东南部陆地也加恒春半岛明显会落雨，西半部地区原来有雷公雨发生的机会。气象局也发布强风特报，提醒礼拜一暗时开始，东南部恒春半岛加屏东沿海较空旷所在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另外，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台南、高雄沿海较空旷所在，加大台北地区原来有较强的阵风。气象专家分析，无论最后挖进台湾的时阵是热带性低气压还是风台，经过速度拢真紧，影响台湾的时间差不多跟它一天。那这次来的话，最主要是今天的深夜，礼拜一的深夜到礼拜二的上半天，预计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花东到恒春半岛，尤其是台东到恒春半岛要注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跟它的风势，尤其是吕绿岛，它的风浪可能会比较大。但它走得很快，预计礼拜二的晚上可能就到广东、福建了。拜二下晡了后，对着风台离开，太平洋高压会向西延伸。拜三至拜四开始，就会恢复做热天的天气形态，高温的感受会比之前更加明显。专家特别提醒大家，爱多多补充水分，若做出外爱防范潮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台湾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有28个本土病例，1个人死亡。台北市有15例，是目前上界济县市；新北市有5例，桃园有3例，苗栗有2例，基隆、屏东、新竹县拢是1例。咱台湾目前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000例啊！伫咧台北市信义区的新光三越百货公司，这栋 A11这栋的大楼，有1名专柜员工来胃着病。百货公司表示讲，对昨暗开始这2天会继续来消毒，对明仔载开始就恢复正常营业啊。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这个专柜人员是住伫新北市的中和，已经有通知台北市双北做伙来对抗疫情。透早消毒人员就针对百货公司外口做消毒。因为信义区的新光三越信义新天地 A11店，测试暗时发出公告，表示有1名专柜人员确诊。新光三越表示，这名专柜人员是伫1楼上班，测试感觉身体无爽快，就请假看医生，采检了后，测试就接到确诊通知。初步调查，有2个同事甲有接触，已经依照政府规定做相关的疫调。这名专柜人员也为测试开始无上班。有发函通知了员工跟厂商端有这个消息，那请他们安心，我们都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个后续防疫措施。那也请他们今天就是不用来上班，因为我们今天要休管一天，会跟品牌端这边去对待同仁一些上班的一个状况跟他的接触史去做了解。新光三越强调，测试暗时专管已经做消毒，初5停业1天。继续各消毒，各请合作厂商甲同事配合，也希望确诊员工早日康复。事实上，6月新光三越的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也有专柜人员确诊。去逛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你应该基本上就不会出来逛。就是你要买什么你才会去嘛，没有事的话就不会出门啦。民众强调，除非必要，会减少进出百货公司等公共场所。新光3月强调，初5会做好大清扫，请民众安心。按算初6恢复正常营业。不过，姚员工希望政府应设快泰站，对百货公司相关人员做体检，确保员工甲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开始稳定，民众就开始放零，真侪人就走去宜兰行打。县长林志明也宣布讲，有可能会伫宜兰的交流道要求旅客就要磅体温实行一个实验制。林志明也搁再呼吁民众，三级警戒期间，挂关市千万唔通来拍拍照。去市场外摆列的人，当家看无袂溜。去市场内一个望过去也拢招人。宜兰头城大溪渔港，拜6礼拜2天进入真侪游客。就算启动单一出入口，总量管制100人进出，也是有规定小微风险。三级警戒，外关市的游客搁跨区走来买鱼。县政府当地研究，要直接伫国道5号交流道设置体温量测站实施实验制。现在是非常的时期，唯有呢祭出非常的手段，才能够把病毒来消灭。虽然呢现在是暑假期间，但还是在3级警戒，依然不是后花园，请外县市民众不要跨区移动。会烦恼跨区活动，是因为宜兰已经连续10天本土病例拢无，人真济的大溪渔港，捌有2个新北市确诊者来这个所在，不少县民是烦恼病毒会对着外关市的游客走入来。县政府表示，若做真正要实施，会为人请上界济的国道5号来做，不过也是有技术性的问题要克服，像讲车辆会积车，甲体温伤过悬的人要安怎处理才？当然回堵就会车流会跑到高速公路的主线，我们也在讨论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体温过高的这样子的车流人流如何能够回转。宜兰县政府是讲，也搁伫咧评估研究，因为麻烦恼实施了后，万一影响县民的出入，也甲使用平民道路的权益。若是台9甲台2线，若做出现真侪车，县政府也讲会伫第2阶段来实施。若做未来防疫降级，已经实施的交流道管制。县政府讲会配合中央的政策，搁再放令。记者综合报道。在咧防疫期间，那医疗人员连民政体系情况也是无用试试。里长爱接电话替民众挂号，甚至佮解决民众煮疫苗种种的疑难杂症。就里长表示讲，定定透早6点就开门啊，一直接电话接到半暝1点。这几个月拢亲像安尼，你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里长讲，疫苗开始做，电话搁较济。你办公室的2支7个电话，甲伊的牵手的手机啊，拢定定占线，都爱转接去别人的手机啊斗听。这几个月来，通话费差不多上万，有当时啊，位在去6点外，接到反正1、2点。发动传单的时候，或者是刚有其他业务接洽，未接哦。一天大概我那天有算过，我未接大概60几通未接，差太多了。现在这电话很多呢。里长讲，福山里是全台湾面积上界大的里，总人口有4万5，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3000多人，里内有75个人长，登记至今有25人，也是感觉真无用。同款因为疫情无用甲变过，还有区公所的基层员工，一笔啊一笔都爱甲这个图卡画好，为着互广告更较清楚明白，公所的同仁都爱会晓美术，搁爱家己做图卡。有当时啊政策来得真紧，都爱伫政策上路进前做好图表，都爱加班，也有专门传达消息的李干事。为了上通知书，加班到半暝是真事上的代志。这段期间，我们真的李干事非常辛苦哈，大概都是如果要印完通知书，有时候送到晚上10点、11点，都加强变换哈。里内大小事民众关系先找里长，营业疫苗开始做的期间，先爱做册发送通知书，也有后期协助里民做疫苗，这原来互基层的里长真无用。只不过因讲会当为民服务是真有价值的代志，但是真正做袂起的时阵，也是希望里民会当加淡薄仔耐心听候，里长一定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新北市新庄有一个社区，昨下晡有5-6个民众伫外口开讲，社区的保全汉总干事烦恼讲群聚的问题，就去甲因苦劝，想袂到有一位住伫社区的民众，就出手拍总干事，甲伊扇11个喙皮。另外，伫桃园路德的福山宫有23个少年人违规入去管制区域，规定人伫遐看夜景，落尾警方也甲因开单，交予卫生局发现。社区外口，这个白头鬃细林的住户，无讲无答，就甲社区的总干事为喙皮抓甲刮落，伊看就是真生气。透过反射的画面，会当看到伊一届搁一届出手，连续甲这个总干事扇11个喙皮。不过无代无志，这个住户是安怎要甲总干事安尼起卡动手咧？社区的保全刚好在执行，我发现有住户大概5-6个人在户外在聚集好心上前规劝，但没想到这名林姓住户相当不满那社区总干事出面协调没想到也被这个林姓住户波及。代志发生的原因是细林的住户测试下晡，甲其他4-5个住户伫咧新北新庄的一个社区外口咧开讲，保全甲总干事指控讲，因为烦恼有群聚的风险，去甲因苦劝，决定倒互这个住户质疑讲，户外无超过10个人就无群聚。双方就安尼一句来一句去，表出冲突，也让这个细林的住户出手共拍，造成总干事脑震荡，今嘛已经去验伤，按算提告。同款发生伫测试。警察半暝巡逻的时阵，伫桃园路德福山宫头前的大厅，发现有23个青少年偷偷走入去管制区域，违法群聚看夜景。警方依法甲所有人开单，函送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裁罚。福山宫前广场管制区域内，竟有多名男女群聚，经盘查发现，大部分为刚放暑假的学生或观赏夜景的情侣。三级警戒几啊届延长，民众对防疫敢若开始放凉啊。不过，就惊伫这个时阵降低戒心，真有可能互疫情佫增加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防治Delta变种病毒拖开，顶礼拜甲全屏东体检有上万人，被到700个列做隔离对象，其中有一个是通缉犯，伊秘去山顶的果子园，不过落尾伊还是去互帮寮分局警察找到，而且找到迄时阵有感冒镜头。加在体检了后是阴性的。防疫人员替警察甲互人抓到的通缉犯全身消毒，伊每一个人拢穿防护衫。这位40多岁姓陈的查甫人，因为窃盗，互法院判刑通缉，嘛互卫生单位扣列隔离。伊人线秘去朋友的果子园，最后互帮寮分局的警察抓到。由于该通缉犯当时有感冒、流鼻水症状，警方不敢大意，除了全程着防护衣外，并通知卫生局人员到场协助。电灯先开一下。其实，这摆Delta病毒疫苗被扣列缺失联的民众，帮寮警方负责29人，要全部送检疫所。加在落尾，这位通缉犯体检的结果是阴性。毋但警察伫防疫第一线真辛苦，阁有逐工天光就去体检站支援的人员，有人爱甲无人顾的2个后生送去学校，甚至无用甲袂记哩家己的生日，伫面册写批甲囡仔回生日。忙起来就忘记那一天是生日，也忘了晚餐要跟小朋友一起去吃饭，共度这个生日。所以那一天小孩就在家里一直等。黄客员的批，互真侪人知影防疫人员的心声。面对Delta病毒，屏东10天拢总体检12000多人，希望民众配合防疫，唔通拍算防疫人员的辛苦。记者邓雅文赖为做屏东报道。讲到这6月底到7月中是南投草屯季风葡萄大出的时间，却因为6月底黄层雨互葡萄总闭开，受到雨水损断的葡萄园大约有15公顷遐多。草屯镇公所也表示讲，会协助农民申请农业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包装报道的手拢无法度停，即马拄啊好是南投县草屯镇季风报道采收期。不过受到6月望景雨方面连续落雨，互报道比较严重，甚至规罐拢爱断掉。拢小可切就落去啊。实际来报道园拍开套落啊，有一寡报道已经烂去啊。进前连续落大雨，造成果粒甘水过多，起来是比较严重的规罐烂去，根本就无法度交回予中盘。果农无奈讲，这是已经报道30多年来上介严重的一个损害。那像我这地咧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总已经是去互歹去，去互烂去。造成这个咱葡萄采收的这个损失啦吼。
草屯镇公所表示，目前当地机房报道的建筑面积有30多公顷，这个财损初步估计面积有15公顷。公所伫个实地勘灾了后，将会协助受灾农民来申请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据公所初估的现场现勘，大概损失达到1半以上，也就是说，达到15公顷以上。种植面积的损失只要超过5%就可以来提报，那它是绝对超过5%的。那第二个是，如果那个果树的损伤超过20%，就可以提报。尽速的在这几天就公布这个天然灾害救助。蔡培慧也讲，天然灾害补助是救急的，不过长期来看，农民面对着极端气候的改变，是不是对农民改善灌溉也加脱水池的设施费用，予因另外补助，会搁加农委会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台湾一定赢！东京奥运7月23特别开播了，国内目前有61位选手参加17项比赛，其中台师大学生就9个。台师大最近也推出一个奥运选手的影片，请选手来分享因的感想，也希望所有民众替因来加油。伫东港顶头洗体落来涂骹时阵，脚步徛甲正在。东京奥运男子体操队的歌手邓家宏，昨嘛伫咧读台师大竞技系，学校请伊伫咧东吴备战期间拍影片，鼓励民众加运动。这边男子体操队摕到4张门票，是台湾伫咧冷55年了，再度以成队的资格重返奥运。邓家宏讲，伊尽量维持伫咧上好的状态。进入奥运会也不到30天的时间，那接下来的状态就是持续不要受伤，那维持现在的体重，因为现在体重跟之前比起来已经下降了大概3到4公斤这样。对，那现在的状态、训练整个节奏都非常的好，谢谢大家就是一起为我加油。台师大讲，一直到初4，咱国已经摕到17个运动项目61个东吴门票，台师大就9位运动员。除了体操，也佫分别参加射箭、野动、空气枪、空手道等项目。学校特别安排因伫咧镜头前分享备战的心情，也最近伫咧疫情期间振动起来。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毅力的。其实我们是搭配运动的强度，有强有弱，然后主要都是在居家，不用使用太多的器具就可以进行。台师大自5月26开始，已经制作24支运动正用的影片。这边搭配东吴歌手，搁再推出10支升级版的影片，希望全民运动，也欢迎大家做阵为中华队的选手加油。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